小朋友早安！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好吗？很开心，要在今天大家在一起来敬拜上帝。在我们亲子礼拜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看顾保守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不管是爸爸妈妈的工作，还是我们在家线上的学习，你都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亲子礼拜，恳求天父爸爸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小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16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伊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变化，互伊疼世间到安尼。好，那我们请爸爸妈妈一起来念一次哦，来。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伊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变化，伊疼世间到安尼。好，因为上帝差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好，小朋友一起哦，来。因为上帝差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长辈者将小朋友做回来，信伊的人无受审判。唔信的人一定受审判，因为伊唔是上帝独生囝的名。好，再来19节，咱做伙读。所审判的，就是光入世间，也人爱暗读过头入光。因为伊所行是歹。20节，既若做歹的万份光，也毋主份光，行了伊的所行受责备。来，咱做伙来读一摆。既若做歹的万份光，也毋就份光，行了伊的所行受责备，真好。咱即马来读最后一节，21节，独独行真理的人就份光，来显明伊的所行是伫上帝来行。咱做伙来读，独独行真理的人就份光，来显明伊的所行是伫上帝来行。今天我们要来学唱《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就是上礼拜我们唱的这首歌，它有祖鲁语，原本的那个非洲的祖鲁族他们的语言，我们要学唱他们的语言哦。那老师呢，先来念，然后请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念。第一行，西亚汉巴库卡年奎 cos， 再一次哦，西亚汉巴库卡年奎 cos。好，然后再一起念一次，预备，来，西亚汉巴库卡年奎 cos。再来第二句呢，其实是一样的，西亚汉巴库卡年奎 cos。好，再来呢会进到下一段，这边呢有西亚汉巴啊，这边要念作西亚汉巴，然后要念2次。来，一起来念西亚汉巴，西亚汉巴，然后我们会唱一个 O， 有一个 O 的音会出现 O 之后呢，最后一句
跟第一句也是一样的。西亚汉布库卡年奎 kos。好，很简单，这就是这一首歌的祖鲁语。现在呢，我们的速度要继续往上提升哦，所以就想象自己是搭到了火车哦。虽然现在我们不能搭火车，很危险，但是如果现在是在火车上面，速度会快一点点。好，我们再重新一起唱一次哦。西呀哈，不看你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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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呀哈，西呀哈，西呀哈，不看你会过，西呀哈，西呀哈，西呀哈，不看你会过。那今天我们还会唱第二首歌，这首歌呢，我们在周末营的时候有教过，所以有一些小朋友已经会唱了。孩童学习敬畏神。那借着这首诗歌，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符合基督福音的生活，来做一个结合。好，我们一起连续唱2次。今天的信息呢，我们的经文呢是要看腓立比书的1章20节到27节，腓立比书1章20节到27节。那可以请家长呢带孩子呢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但小黑老师呢今天是要分享保罗的故事。他原本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他信主了之后，变成一个很勇敢向人传福音的一个耶稣的门徒。那今天小黑老师呢要分享的是他信主之后的故事。
他在信主之后呢，其实他很勇敢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他都没有灰心丧志，仍然愿意的继续的来传福音，使更多人可以得到上帝的爱。保罗跟他的仆人希拉曾经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虽然被关在监狱里面没有自由，可是呢，他们却很喜乐，他们会在监狱里面唱诗歌赞美神，然后就一起祷告。在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那个时候就发生很大的地震，然后呢，监狱的门都被摇晃开，然后他们身上的枷锁也都被松开了。那个时候呢，看管他们的禁卒就很害怕，因为呢担心就是如果囚犯都逃走了，他可能会被上面怪罪下来，所以他就想要自杀。那个时候，保罗呢赶快就是跟他说，请不要害怕，请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禁卒呢马上就跪下来跟保罗问说，请问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保罗呢就跟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呢，这个禁卒他的一家人呢，就从此信了耶稣，就很喜乐。保罗呢，他们也曾经呢要一起因为要被押送到罗马去，那在路上呢，他们需要坐船。当时的船呢，并不像现在一样这么坚固，而是用木头做的帆船，所以呢，如果遇到风暴的话，就很容易会翻覆。那时候在出发的时候，保罗就跟船长说，他看今天的状况，有可能他们会遇到很大的风浪，就会有危及生命的危险。但是呢，船长没有听保罗的意见，还是坚持要出海。果然，他们在路上就遇到了极大的风浪，当时船摇啊晃的，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的害怕。于是呢，船长赶快就叫大家先把船上的东西丢到海里，然后呢减轻船的重量，好让他们可以躲避这一次的危难。在当天晚上的时候，保罗呢却接到天使的一个意象的传递，跟他讲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都会得救。保罗呢就把这个好的消息呢告诉了船上的其他人。果然呢，他们呢就虽然船翻覆了，但是呢，他们所有人呢都漂流到一个岛上，然后呢就没有死掉。在这个岛上呢，叫做马耳他。他们在这个岛上呢，有一群原住民，看到保罗的时候就接待他们。那时候他们看保罗很神奇，被一个当地很毒的蛇咬到的时候，却没有事情。所以他们就以为保罗他是神明，但是保罗呢却说，我不是那个神明，所以他就跟那里的原住民传福音。他就跟那里的人，还有他后来到罗马城的时候，他就继续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有来见他的，他都接待他们，天天传讲神的话语。保罗呢，虽然后来就我们所知道的，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记载，但是在别的地方有写到保罗后来是殉道为主勇敢的牺牲。我们可以从刚刚保罗的故事里面知道，保罗呢他是非常勇敢的，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他都先学习依靠神，勇敢传福音。那小朋友，虽然现在的疫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很自由自在的跟别人去相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学习的在家里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的来祷告。我们呢也可以想想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关心别人，我们一起的在这个疫情当中来祈祷，上帝保守大家可以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风浪。大家等一下呢，可以请家长呢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读经，然后也一起的来念今天的经句。会来读这段的圣经，恁的言行举止就符合基督的福音。腓立比书第1章27节，我们也在一起的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念一遍。你们的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
腓立比书1章27节。一起来祷告。现在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学习保罗的生命，保罗他勇敢的榜样，愿意跟别人传福音，还有愿意常常的依靠你。虽然我们很年轻，我们很小，但是呢，也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什么是符合基督福音的生活。我们感谢你，小孩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万体体列杯，万列名式，列高领导，列记伫遮，伫地里亲属伫体里，阮的灵是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嗨，大家好，小朋友好。我们这一周要玩一个小游戏，就是走迷宫。那这个迷宫呢，上面有几个东西，老师跟大家讲解。起点在这里，有一个箭头嘛哈。等一下呢，起点是在这边，终点是在这里。好，然后现在看到有红色的哈，第一个是中间有一个火焰。那这一条路呢？现在这个火焰挡住了所以这边的，如果你走到这里的话，你过不来，你没有办法过来这里，你会被火焰挡住。你在这里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过去，除非呢你事先拿到了灭火器。灭火器在哪里呢？有2个地方都有灭火器哦，这边跟这里。所以只要你有拿到灭火器，那你就可以当做火焰不存在，到时候你可以从这里过来，你也可以从这里过来。那最后终点前面呢，你必须要跟一个幽灵战斗。那因为呢，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上帝会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呢在中间要经过一个地方去取得上帝的保护我们这边用一个十字架来代表上帝的保护。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绕到这个迷宫的最中心这边去取到这个十字架，然后再出来，最后拿着十字架呢。到终点才算是真正的成功逃出这个迷宫。好，那所以这个迷宫就是好像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向上帝寻求帮助，来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来面对所有的困难。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这个游戏的示范。好，现在我们要来示范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呢，需要至少2个人才可以进行哦。其中一位呢，通常是小朋友，就是担任这个走迷宫的人。那我刚刚有一个规则没有讲到哈，就是请小朋友呢走迷宫的人要闭上你的眼睛。因为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迷宫游戏呢，是要请走迷宫的人闭眼睛，然后另外一位是要下指令给他。
下指令给这个闭眼睛的人，告诉他要怎么走。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示范。我们先请小朋友到起点的地方。好，现在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好，然后我们要开始给指令了哦。那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拿灭火器。好，请往上走，上停，左停，下停。好，现在拿到灭火器，往上停，往右停，下停，右停，上停，已经撞到墙了。我们那个回来一点点哈，偏左上停。好，右停，下停撞墙，来往右下，往右下一点点，再右下一点点，好，然后下，好下停，左停，好往上停，右停，下停，左停，然后右停，现在我们拿到十字架了，好，右停，再右，好上停，往左下一点点，左下，再往左下，好，左停，下停，右，撞墙，右往上，右，好，再右，修正回来，好停，上停，左下，往左下一点停，再左一点点，左，好，然后下停，好，上一点点，好，往右，好，再右上去一点点，右，再右，好，灭火器喷火，好，火现在熄掉了，好，继续往右走，右停，往上一路到底，上停，往左。左停，往下停，左停，上停，再上一点点，上，好，右停，好，再往右，继续往右，右，好，然后最后拿着十字架打赢了幽灵。成功。好，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闭着眼睛玩会有很多撞墙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常常撞墙，尤其是在漩涡的地方，就是这个路比较窄的地方。好，不过呢，只要你有成功，就是恭喜你达成我们这一周的游戏了。那这个游戏建议大家印下来之后，外面再加一点点保护，就是以防直接涂到桌子或地板。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喽。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很开心，我们又一个礼拜都可以在线上大家一起做亲子礼拜。虽然来到现在已经将近要1个月，而且大家还没有办法继续回到学校当中，但是我们也很感谢许多的老师能够一起协助，让我们在家里头有机会通过线上的方式上主日学。好像下个礼拜开始，小朋友也会有每一个分班不同的课程，所以我们大家会在各自的 Google Meet 里头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见面，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下个礼拜大家可以见到大家的朋友。好，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礼拜通过线上的方式一起参与亲子礼拜，也一起学习认识你的话语。愿你继续带领我们，也愿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虽然在家里头，但我们仍然能够有不同的学习。也求你保守，让整个疫情能够赶快的结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出入都得到平安。也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各样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学习。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